我頂，聽日去海洋公園仲要落雨添喎，咁係咪應該匿入山窿度呢？但係又收到個天文台消息，係話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逐漸發展嚴東沿岸時，才能確定是否會發展成熱帶低氣壓。若該低壓區發展為熱帶低氣壓，天文台會評估是否在今晚7月13日至明日初時7月14日發出1號戒備信號。我任聽日都要大散噶啦，同埋海洋公園有個新規定係可以帶嘢食入去噶，唔係好似迪士尼嗰啲啊，唔俾帶嘢食入去，仲要唔俾帶摺疊凳入去都係啊。我都要問清楚，睇下海洋公園俾唔俾帶摺疊凳入去先。我可以坐喺走廊度瞓覺，可能又有得睇企鵝。我聽日就係我第3次去嘅海洋公園，嗰啲企鵝好得意啊。不過海洋公園可能冇生意做喎，隨時會執笠喎，蝕咗2.8億喎。好似嗰個赤鱲角 K11啊，機場嗰個 K11有天橋去2號客運大樓噶嘛，但係全部都係吉鋪喎，我都服咗佢啊。我今次嘅1年1度漫展門票唔買啦，下年先買啦。同埋我哋學校有同學去扮演 cosplay 啊，我就唔知嗰個人係邊個嚟嘅，我就知道我哋學校就有同學去扮角色扮演咯。我唔記得問嗰個女同學扮乜嘢添，走去加佢微信先。講笑咋，我唔加。你哋會唔會問 cosplay 加微信噶？我任你哋咁樣做，可能好刺激喎。上年有個 coser 被人誤會犯國安法，佢而家一世都唔再去噶啦，因為佢都驚噶啦。你知唔知道用一張咁嘅皺咗嘅紙，咁樣已經犯咗法啦，咁樣仲要危害國家安全喎，要判5年監噶。好啦，成個暑假好似好多 event 咁樣喎，咁我都去玩下 event 先啊。不過我暫時唔報爆旋陀螺，因為我對佢有一半興趣，我就知道佢有年代潮流。今日分享到咁多先。Huh?